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吧》，我是敏华。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石冈，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谷仓谷丛相当的特别，因为它已经有70几年的历史喽，而且是块木打造。特别的是，它不是废弃的，现在呢被客家妇女拿来做2度就业使用，相当特别，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喽。台中石冈的这座谷丛相当有历史，也充满石冈人的回忆。游客可以入内参观，里头有很多的老古董，也有负责导览解说的导览员，他们是在地2度就业的妇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里面呢，这个都是稻米的输送带。对，这个稻谷呢是在当初停产的时候都留下来，已经都有30-40年的历史了。木头呢哈，都是用台湾最好的块木做的。原本这座谷丛因为缺乏经费闲置许久，但最近提供在地妇女就业，重新再开张。特别的是，来到这里看古迹之外，还能够做很多客家 DIY 的体验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那个客家灯笼哈。首先呢，把那个灯笼撑起来，花样呢要贴到哪里去？位置在哪边？先构图一下。教大家 DIY 发布灯笼，发布灯笼都有特色，而且自己 DIY 也更有意思。灯还不错吧？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花布、发布。今天我们请到杨桃姐姐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发布。发布，很棒哦！谷丛防震效果佳，还能够见证早期碾米的历史。现在有客家妈妈进驻，帮忙导览解说，还教游客 DIY， 让谷丛活化更具意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来到石冈这边，看到好多妈妈把这些花布来做重新的利用啊，做成灯笼，真的是非常有客家风味哦，很棒很棒。重点是学到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谷仓、谷丛、谷丛。第二个词呢就是花布、发布、发布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花布灯笼很有特色。发布灯笼都有特色，发布灯笼都有特色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下一次也可以来 DIY 看看，你会不会做这个花布灯笼呢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